1、2、3，喂，沉船男超勁，今晚都要讀書返工回家，真心咁講需要照鏡嗎？建議好啊，不如咪諗煩啦。而家我食關你蛋治，全日至少玩6個字，亂入括號標點乜嘢意思？其實理解並沒太易，天生孤僻的笨重太毒舌，同學笑笑口論述故事，我對劇碼我屌仲未瘋啦，不過心癮跳跳，要少少回應以上內心現在正視，將愛意統統轉化古怪笑話，彷彿都不上門，將愛意統統轉化討厭笑話，彷彿都不上門，我想愛意統統轉化溫暖廢話，彷彿消失即刻閉門，我想愛意統統轉化國外廢話，最少我離婚人不管，就是要愛近退，要想再復一復都證明沉船男超勁，今晚都要讀書返工回家，真心咁講需要照鏡嗎？建議上課搜索蘋果本地各區嘅網民對於鉗佬嘅迷之自信反應兩極，我哋東張西望為咗調查實際情況，會親身潛入呢個鉗佬生態圈入邊，評論太多，將每日的指透，真心有病你根本戇透，雖說真相散播於世所並無藉口，但是我又將愛統統轉化關鍵照片，彷彿都不上門，將愛統統轉化可笑照片，彷彿都不上門，可不可以統統轉化翹起相片，彷彿身體超到發悶，可不可以統統轉化裝上相片，盡是壓力組成一個，就是要愛近退，又發現復一復的過程穿探超勁。愛在人類某段世紀並沒顧忌，個個齋看手機偷懶在床上流 OK， 愛在人類某段世紀無奈被笑死，求其落個士喝咖啡放谷屁，將少少手食了可算最差，狗噏真心丟架，將愛意統統轉化古怪笑話，彷彿都不上門，將愛意統統轉化討厭笑話，彷彿都不上門，我想愛意統統轉化溫暖廢話，彷彿消失即刻閉門，我想愛意統統轉化國外廢話，最少我離婚人不管，就是要拉近退，要想再復一復都證明沉船男超勁，今晚都要讀書返工回家，真心咁講需要照鏡嗎？建議好啊，不如咪諗煩啦，即時死亡搏。